小消息啦，听听就好。就是我本人署名，然后即将要发行我的母语的创作歌曲，在6月30号，就我的个人专辑，希望大家给我支持。虽然是阿美族语哦，但是里面有附中文翻译，然后还有日文、英文、法文，有没有很国际？我怕你们会有外国人的朋友，所以反正你们都听不懂了嘛，所以就把翻译都很认真的把翻译工作翻译好。然后演唱会也在7月5号、6号、7号，也是在台北连唱3天啦，号称那个2个小时都是唱阿美族语的练习啊然后没有的话，如果你们真的口袋没有钱也没有关系，就上网，你们会用网络吧？我听说有 WiFi 啊，就是上网找署名 SUMING。就加我的粉丝团，然后因为我的粉丝团的那个网页是我们部落网咖的首页，所以我觉得要跟部落连结，透过这个粉丝页还蛮有趣的，所以你们有任何问题啊，或者想要关怀没有啦，好奇这样，好奇我们的在部落的生活，我们透过粉丝页跟大家连线这样。没有距离，没有距离。好，那我就带来最后一首歌，就是也谢谢各位。这首歌叫《信狗》，然后是给所有的朋友们。送乐，拉动贝斯阿力，小提琴手张礼，所有的弟弟们，马上，准备。